What's up, guys? This is Linus, the Taiwanese who teach you Chinese online.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 in the Chinese-speaking country, there's a good chance you will have to interview for it. However, you might not exactly know what your interviewer is going to ask you. Let's check out th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be asked during a Chinese language interview so you can prepare for your own. 喂，你好，请问是刘小姐吗？是，我们公司想邀请你来参加面试。好，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请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叫做林德普，那身高是188，体重是78。那我出生的是在台中市这个城市，我父母亲呢都是台中人，所以我也是在台中市出生。可以请你简短一点吗？好的，没问题。那我从高中开始讲，我高中呢就读的是台中市的市立大理高中，那跟国立一样。是要讲多久？国立的话，他们分数。你的期望薪资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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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公司规定，我们公司是劳工的好朋友，最遵守劳基法，所以起薪是24000。只多100是当我乞丐吗？你为什么会想来我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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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听说贵司钱多事少，离家近。你听谁说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不是真的吗？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哎，先生，你去哪？给我一个理由雇佣你。给我一个理由雇佣你。给我一个理由雇佣你。给我们一个理由雇佣你。因为我可爱漂亮又体贴，这样能为公司带来什么贡献？让其他同事工作赏心悦目，更有效率。好，就决定是你了。你确定吗？确定。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你是一位怎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学习力强、认真、负责、善沟通与协调的人。好，非常普通。下面一位。你希望你10年后是什么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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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10年后已经找到好老公，可以带我环游世界，住豪宅，开跑车，养只可爱的小狗啊！我们还要去巴厘岛举办海岛婚礼。我是说工作方面的期许。我老公都已经这么有钱了，我还需要工作吗？好，今天谢谢你。Finding a good job is a lot like finding true love. It takes time, demands patience, and requires a tiny bit of luck. I hope that you are at least a bit closer to acing your interview and landing your dream job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请简，sorry。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没有。好，非常普通。下一位。不能想，我是想。认真、负责、善沟通与协调的人。我是一个积极乐观。